谢，为了过去一礼拜得到上帝恩赐，得到上帝保守，咱来感谢，也宣告上帝恩典能力要继续照顾伫咱的身上。所以，咱今仔日用着敬虔感恩，进入上帝殿中来敬拜伊，来服侍伊，来和兄弟姊妹三甲享受厝内面美好上帝国的正义。开声来祈祷，来感谢，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主，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上帝。愿阿罗你，愿感谢你，愿将你的名应该得的荣光来归于你。因为只有你救人脱离罪恶，只有你予人进入伫你的安息内面。你是主，全能的上帝，你陪伴你恩赐，你将你家己的能力放伫悬悬的天顶，又搁赏赐予每一位更超找你的人。上帝，求你赦免我，也要伫你的面前，搁再一届恳求你帮助我，祝福我弃掉世界所有一切这最终之路，乃是进入伫上帝你的内面，也救我脱离所有这一切外口眼目的情欲，以及肉体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上帝是我有一天会死，我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总是求主你帮助我，让我伫遐尊老的日子，离开所有一切的歹。主啊，会当专心对你来行，专心靠你来活出上帝国的荣光，活出上帝之路应该有的款式。我的主，我的上帝啊，我呼求你的日子，求你对天顶观看，求你阿姨听我的恳求，叫我脱离迄个歹的，叫我脱离迄个歹的，叫我脱离家己的软弱，互我活过伫你的内面，互我活出你的圣洁，互我甲你相同行，互你的名伫全地受高举，互你的名因为我来得到荣光。主啊，我仰望你，我仰望你，仰望你，是照你的应允所讲，仰望你的无底高见效，仰望你的每一样属灵的恩典好处，拢会对你来得到。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恳求你圣灵的同在，恳求你高我的心，我的灵。至圣的主上帝，伫礼拜日的早起时，阮倒转来到伫你的圣殿中，也是你为阮所预备地面上属灵的家。主啊，阮要感谢你，互阮倚靠你，互阮伫你的恩典内底经过一礼拜的平安。阮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入到上帝的殿中。主啊，你伫这个所在，要向阮显明你的天堂；你伫这个所在，要搁再一届显出你的荣光，用着你家己的天堂恩典，借着你的奴仆亲自来向阮讲话，也借着圣灵的恩赐，互阮进入伫真理诚实的敬拜内面，互阮因为安尼，甲你甲正圣道同享上帝国的喜乐甲荣光。恳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讲员来报告。小姐平安，非常欢喜，咱清早我咱进入上帝院屋内面敬拜阿乐伊，因咱知影伊是配得上赞阿乐的主。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廖牧师将前往中明信教会来正道，请为牧者的侍奉来代祷。第二，今仔日下午1点，将伫教会3楼召开4月份定期执事会，请执事同工注意出席时间、出席会议。第三，参加南部教区上清3日的兄弟，请伫4月15礼拜，就是明仔早上午6点半，伫教会门口集合，7点准时出发。
请会记爱带个人的习惯的用品、药品、身份证、健保卡，要泡温泉食，请会记得爱带游泳衫甲游泳帽啊。出发当日，朋友早餐。第四，请有报名4月19拜57点半到暗时啊9点半，就是家长工作，以及4月20每拜六9点到下晡4点，教师成长课程的兄弟，注意时间准时出席。第五，4月26每拜5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请兄弟有留时间一同参加，一同为城市起坛守望。第六，5月19每拜日下午2点到5点，伫中英大学体育馆举行2024年灵修节降临，台南区全球基督会鼓励兄弟同来为城市守望。要参加的兄弟，请到招待处填写报名。本会目标参与人数100人。第七，7月70到12，每拜3到拜5，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开始招募童工，邀请有意愿参加营会服侍兄弟一节童工。有意者请向孟村传道来报名。以上报告。各位亲爱兄弟，咱三个做来看消息的报告。今日吼牧师第一点就是，今日牧师要去庄明信教会，因为即马庄明信教会因的牧者退休，今仔日新任的牧者要就任，所以牧师爱去甲因就任。了第六即个第6点吼，先看第4点。这个部分若是主日学家长的讲座，以及主日学教师的成长的课程。亲爱兄弟，你时间上若是稳准，牧师嘛是邀请你会当做伙来参加。有的时阵，咱会感觉咱就是这毋是我的代志。但是实际上，有的时阵，当咱参加一个聚会的时阵，你会对着迄个聚会当中得到一寡启示，并且咱即摆主日学的老师实在咱嘛有真大的欠缺。所以，请咱会当三甲做伙来参加，并且咱伫即个过程当中，其实咱嘛会当对周玉顺牧师来得到真大的帮助。伊是伫即方面内底，一方面会提醒咱，一方面嘛是互咱增加真济怎样来甲咱的细囝三甲相处的智慧。这毋是干那甲主日学有关系，是甲咱个人、甲咱的家庭拢有绝对的祝福的关系。所以第4点呢，拜托各位，你若是时间上稳准，真正是邀请各位来参加。对着咱教育之路，毋是干那教育主日学的囡仔，甚至是教育高国中生的囡仔，其实拢有真大的帮助。所以时间上若是稳准，真正邀请你来参加。了第6点这个部分，牧师特别爱邀请5月19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这个日子，求上帝帮助咱。有的时阵，我感觉咱基督徒会当更较进一步出一点力。3月份的时阵，咱看到这个情景过去白沙屯迄个所在，了后来大甲，最近的时阵，阁有北港的，你会当看到这个世界，咱的国家一直咧推动即款的风气。有的时阵，我嘛看到，实在讲，家己感觉真见笑，就是因为着因一个假了后，伫迄个所在拍伫涂骹，了后对着安尼3暝3日1礼拜，无化忝。所以牧师嘛，诚心邀请各位，5月19，如果咱若是真正愿意，搁当出一寡力。咱是耶和华的军队，100个人应该毋是算济。求上帝帮助咱，甚至咱若是会当的时阵，望咱会当规教会拢总做伙来，同齐为着上帝国
徛伫上帝面前守望，敢若2点钟尔。去1点钟，倒来就1点钟，了后搁伫迄个所在2点钟，总啊共也是需要4点钟。我知道，2点到5点，安尼拢共5点钟。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这日子内底，咱真正甲这一日播出来，为着上帝的缘故，为着台南市真正会当伫上帝面前来领受恩典。咱会当徛伫上帝的殿中，咱同齐组织全台南市祈祷的勇士，互咱会当成做耶和华的军队，真正是耶和华的军队。来，所以呢，请各位，咱会当三甲做伙咱牧师会甲一个物件甲用一个报名表报起来，请咱会当三甲做伙来报名。同齐为着上帝国徛伫主的面前，为着台南市，咱徛伫主的面前，守望这个城市。搁再一届，已经牧师迄个传道讲后壁已经有咧登记啊，所以请各位会当三甲做伙用心来登记。真正牧师甲你拜托，牧师真爱你咧讲拜托的啦，那有拢是甲你拜托上帝的代志尔啦。好，咱感谢主，来，咱请敬拜团三甲做伙，同齐来服侍。哈利路亚，谢谢主。咱三甲同齐起立来吟唱，咱的主永远堪伫称谢，因为伊是国活的主，活到永远的主上帝。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每日吟诗，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堪受大乐。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每日吟诗，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堪受大乐。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要保佑你冠冕作为，传播你为荣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学你，要保佑你冠冕作为，传播你为荣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每日吟诗，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堪受大乐。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每日吟诗，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堪受大乐。万世万代拢要乐你，要保佑你冠冕作为，传播你为荣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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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世万代拢要乐你，要保佑你冠冕作为。
咱用最大的掌声，将荣光归予咱的主。哈利路亚！感谢阮的主，阮的上帝。亲爱兄弟，请坐。咱的主堪受一切的恶乐甲敬拜，因为伊是听的主。伊将所有一切恩典赏赐予咱，将宝贵无比的福分赏赐予咱。所有一切美好是对伊所来。感谢主赏赐阮福分，宝贵无比的福分，将你恩典对天送落来，万事拢通来拜感。你是听的主，每日听阮的心事，解阮忧愁，了解阮温存。你是听的主，了解阮境遇。阮在这款好运是对你相思。你是听的主，每日听阮的心事，解阮忧愁，了解阮温存。你是听的主，了解阮境遇。阮在这款好运是对你相思，咱请兄弟来。谢主赏赐阮福分，宝贵无比的福分，将你恩典对天送落来，万事拢通来拜解。这声来，你是听的主。每日听阮的心事，解阮忧愁，了解阮温存。你是听的主，了解阮境遇。阮在这款好运是对你相思，请姊妹来。这声来，你是听的主，每日听阮的心事，解阮忧愁，了解阮温存。你是听的主，了解阮境遇。阮在这款好运是对你相思。你是听的主，每日听阮的心事，解阮忧愁，了解阮温存。你是听的主，了解阮境遇。阮在这款好运是对你相思。你是听。解阮忧愁，了解阮温存。你是听的主，了解。
这个时阵，咱要三甲做伙来祈祷。有的时阵，咱伫礼拜堂，咱听到牧师、听到引带咱吟诗学老的人讲，咱着爱喜乐，咱着爱歌唱。是，总是咱有的时阵心中也有一寡的恶担当的代志、艰苦的代志。亲像这首诗歌所讲，伊了解咱的忧愁，明白咱一切有尽。所以，咱伫这个时阵，就是用咱的心、咱的灵，甲上帝30对坐。忧伤痛悔的心是上帝所在的，艰苦的灵也是伊所明白的。将咱万项代志带到主的面前来，伊倾心吐意。上帝要切去你的目屎，要甲你三重行，要陪伴你。将咱的苦情甲伊讲，伫伊的内面，咱就一定对伊得到帮助。咱同齐开声来祈祷，唱。圣在，圣在，全能的主，阮的上帝，你会听到阮同在。主啊，阮活伫艰苦困难当中，受罪恶所捆绑，受阮的私欲所压榨地担。主啊，我伫你的面前仰望你，我的手艰苦，我的灵忧伤。主啊，我又搁毋知要怎样救家己脱离这个世代。但是主，你借着你家己极大的能力，要来成就伫我的身上。所以我向你祈祷，向你恳求，上帝，你是了解我苦情的上帝，你是我的主，是引带我的迄一位，要保守，要引带我，要我进入你家己圣灵同在丰盛的德性的内面。主啊，来帮助我，来切去我一切的目屎。主啊，独你来保守，互我伫你的内面，甲你三重行。主啊，为你名的缘故，求你来引带阮行义的路，互阮进入你的丰盛，进入你的同在。感谢主，将一切上赞恶乐、荣光拢归于你，将一切上赞恶乐、荣光拢归于你。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听人的恳求祈祷，你是听的主，你的名是圣洁。你讲，阮若是圣洁，阮就要看到你的面；阮若是圣洁，我就对你得到能力、权柄甲稳定。主来帮助阮，互阮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灵啊，来救阮脱离阮的私欲，来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互阮伫你的内面甲你同行，活伫你的圣洁内底。咱三甲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主，我来进入你至圣所，我可有个会保卫人。我来就是为着要敬拜你，我来尊重主我心，主我敬。我可有个会保卫人，我来就是为着要敬拜你，我来尊重主我心，主我敬拜你，我敬。主我敬拜你。
敬拜你，因你名是圣洁，圣洁。主，请兄弟来。主，我来进入你至圣所，我可用过的宝回来，我来就是为着要敬拜你，我来尊重主，我心这声来，主我敬。我敬拜你，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因你名是圣洁，圣洁。主，请姊妹来。这声来，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因你名是圣洁。拜你，拜你，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因你名是圣。主你的名是圣洁、至圣可畏。感谢你赦免人的罪，医治人的病痛，救人脱离迄个歹的，脱离人的软弱。唯愿你在阮当中得到应该得的荣光。感谢恳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咱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后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即时同齐做来启应，启应文第15篇，我来启，请兄弟来用好的部分，咱三个做伙来上读。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拉落切慕溪水，我的心较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日暝用目屎准饭食，人不住的对我讲：你的上帝伫倒位呢？我早前甲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带因到上帝殿内，大家守节。我最少这会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伫我的内面反射？应当仰望上帝，因伊笑面帮助我，我也要称赞伊。日是妖花要恩我施主爱。暗暝我要歌颂基督，是我活命的上帝。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上帝，为何放杀我呢？我为何因受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甲真实通引带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行到上帝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上帝遐里。上帝啊，我的上帝，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伫我的内面反射？应当仰望上帝，因我要称赞伊。伊是我面上的光光，是我的上帝。阿免，感谢主，愿上帝祝福读伊并遵守伊话语的人。咱甲下面的时间来到稍微传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痛，感谢上帝伫咱活命当中引带咱，互咱当心敬拜的时阵，更较侪经历上帝伫咱活命当中的恩典甲带领。即时，请咱同齐，咱要继续，借着上帝的话，咱要用听道来敬拜咱的上帝。咱请来掀开主报第4面，主报第4面。今仔日咱有分享，有这3段的经文，咱就同心做伙来上读这3段的经文，有记载伫民数记、出埃及记、甲罗马书这3段的经文，咱就同心来上读，请。耶和华晓諭摩西讲：我对以色列人中竞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一切头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囡仔头生的是我的，我伫埃及地台下一切头生的迄日，就甲以色列当中一切头生的，对连人带真生，拢分别为圣归我。因定义爱属我，我是耶和华。摩西看到百姓放肆，就徛伫营的门中讲。囡仔属耶和华的，拢到我这里来。对安尼，利未的子孙就到伊遐里聚集。伊对因讲：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个人甲刀放伫遐里腰间，伫营中往来，对即个门到迄个门，个人爱抬视伊的兄弟，伊甲同伴并邻舍。因为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
伫迄一日百姓当中受抬的约有3000。摩西讲：今仔日恁爱自洁，归耶和华做圣。各人攻击伊的囝儿甲兄弟，互耶和华赐福互恁。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慈悲劝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恁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毋通效法即个世界，只着心意更新甲变化，叫恁查验什么是上帝的善良、纯全、通喜悦的旨意。阿门。咱圣经读到这，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看顾，因为你的保护，互阮踮伫你的听当中。阮无受到仇敌的攻击，阮的心内面着感恩，阮的心内面着喜乐。最后，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有一个更较深的愿望，就是要对上帝你的话语当中，更较侪明白上帝你的听，更较侪明白上帝你伫阮活命当中的旨意，亲像圣经当中所讲的，让阮的心嘛会当了解，嘛会当知影上帝。你的善良、纯全、通喜悦的旨意，让阮的心着甲你的旨意来对齐，当心来超找你，当心来跟对你。愿你的恩典赐福看顾伫阮下面的时间。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题目叫做竞选甲代替，竞选甲代替。什么是竞选呢？其实，伫咱活命当中，咱定定有一个会当选择的机会。什么选择呢？大部分特别是伫真侪人伫因的人生当中，因会拄着一个一定爱选择的时阵，就是安那，可能就是咧读册的时阵，后来想要读倒一间学校，要读倒一间学校，对高中开始的，高中毕业就爱考试，就考试了后就爱去想讲，我要去读倒一个高中，还是高职。若是呢，高中毕业了后，嘛是要考试，考试了后就开始要选择，想要读倒一间学校。有时阵若是考了好，就是咱会当家己去选学校；但是若是考了无好，就干那安那，干那会当互学校来选。选讲哦，敢是会当选到我安尼，所以定定呢，伫咱活命当中，咱会准备好咱家己，通好，互咱会当去做一个选择。昨昏咱的学青聚会结束了后，咱的学生伫当中捌分享，伊伫即马是伫高中3年，所以伊当考试了后，伊就开始要想讲哦，伊要读倒一间大学，伊就开始咧准备伊的咧申请大学的即个要准备伊的即个备审资料，就是咱考试了，即摆学生吼足忝的，迄毋是讲考试了就煞，迄考试了吼，佮爱准备一寡啥物自传啊，啥物读书计划啊，啥物等等的，就是准备遐，就是为着安那，为着想讲吼，就是想讲，我若是准备了有感觉足好，真完全，安尼吼，可能即间学校就会选到我。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一生的努力、一生的打拼，拢是咧打拼讲，我想要互人来选调，我是要互人来选调讲，哦，我是一个互即间学校会当选调的，我是一个会当互即个公司来选调的。大部分的人伫人生当中一直咧打拼即件代志，但是伫咱读倒的圣经分享当中，咱所读的圣经当中，其实咱看到，伫以色列人当中有一种人，有一个支派的人，伊毋是家己去做选择，但是是安那，是上帝直接来选因，来竞选因，来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上帝所来要做一个竞选。竞选是啥物意思呢？伊毋是干那选名，伊搁要竞的意思就是安那，就亲像头拄仔咱所分享的，
这个要申请大学，要考调大学，这可能拢是录取，拢有一个叫做录取率，就是这毋是有申请第一条的，一定是安那，一定是一大部分的人去申请，但是敢若有一小部分的人会去互大学选调，所以这是有一个竞的过程，就是这个大学会竞讲什么学生是我所想要爱的。其实上帝伫当中嘛咧竞，伊咧竞一种人是愿意分别成做成来归服上帝的人。伫当中，上帝伫民数记第3章当中就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讲：我对以色列人当中竞选了利未人，竞选了利未人，竞选因要创啥呢？要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利未人爱归我，因为所有头生的拢是我的。因为过去是怎样呢？就是伊伫埃及地要来抬死一切头生的迄日，上帝将以色列一切头生的拢拯救，分别成做成来归伊。所以上帝即马讲，原本遮个以色列人头生的拢是属伫耶和华。但是上帝即马竞选一个支派的人，就是利未人来代替这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所以咱会当来了解上帝的竞选的意思是，竞选是为着要代替，竞选是为着要代替。所以咱就先来看以色列人头生的是啥物情形呢？这就是爱讲到伫出埃及记当中，当上帝呼召摩西要转去到伫埃及伫当中，要来引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为什么爱离开埃及呢？因为因伫埃及当中受到真侪欺压，所以伫当中有真侪人伫当中受到困着，真受伤。因嘛，就伫当中祈祷耶和华，仰望耶和华，求上帝来帮助因，求上帝来拯救因。所以上帝就呼召摩西回来，要来带因离开埃及。摩西来到去找法老王的时阵，伊就去甲法老王有一寡的谈判，就是望法老王会当放人出去。但是法老王呢，当然无遮尔容易会当放以色列人出去。所以伫当中，上帝就伫埃及地当中行了10个新约，对以色列人来讲是10个新约。但是对埃及人来讲是10个灾祸。伫这当中，借着这10个新约，就是要来互这埃及人会当真正感受到，哦，这位上帝真正是伊定义要做这件代志，并且这个上帝是大能的上帝，咱无法度赢过伊。所以，这埃及人就只好就放以色列人出去。所以伫这当中10个灾祸的第10个，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伫当中讲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互这个法老王最后愿意放人的这个心呀，就是安那，就是上帝要伫埃及地当中，要来杀死所有埃及人所生的这个头生的囡仔，就是这个大囝。伫当中，上帝就要杀死这所有埃及人，但是呢，上帝要杀死的时阵，上帝有对以色列人讲，我要杀死的是住伫埃及全地的人，所以恁嘛是住伫埃及全地的人哦。所以恁有一个方法会当避免我来杀死这个囡仔，就是安那，就是要将羊羔的血，要杀死一只羊羔，将羊羔的血来抹伫伊的门。换伫迄个门框甲门楣，所以较互人互天使来要来杀死这个囡仔的时阵，就看到讲哦，对，这还有一个记号，就会当安那，就会当搬过。所以迄天叫做搬过节，就是讲因为天使来的时阵，就看到哦，这个人因厝是这个人有抹这个羊羔的血，所以这间厝是以色列人的。所以上帝就无杀死以色列人的囡仔，所以对安尼，上帝伫当中就伫这个大灭绝的迄日，上帝拯救了以色列人当中所有一切头生的囡仔。因为安尼，
所以上帝讲第13出埃及记13章第19到第20讲，因为上帝拯救因，所以上帝讲以色列当中所有头生的囡仔，无论是人是精生，拢是我的，爱分别做成来归我，爱分别做成来归我。这个意思就是，这所有一切头生的囡仔，拢是安那，拢已经是受上帝拯救的。原本恁应该是爱死的，但是上帝甲恁拯救倒转来，所以安那，恁的活命的主权，就无属伫恁家己。恁活命的主权，就是属伫上帝。所以上帝就讲，这一切头生的囡仔，拢是爱分别正做成来归伫我。上帝佮讲，但是安那，但是恁若分别正做成来归我，但是安那，恁这个囡仔犹原爱安那，犹原爱踮伫因的厝内面来继续来伫厝内面来做工课。所以安那，上帝佮定了一个律例。就是伫出埃及记34章当中讲，这个头生的、这个精生，就爱用羊羔来代赎，就是正做一个赎价，正做一个赎价，就是要甲这个头生的赎倒转来。头生的囡仔嘛是共款，爱赎倒转来。所有一切，所有的家庭受到上帝拯救的家庭，爱献上一个赎祭来赎伊的囝。倒转来，所以伫当中，即个上帝伫当中所定的即个律例，就是安尼，一切头生的拢归伫上帝。然后呢，他拄仔咱所讲的，上帝伫民数记当中，上帝讲，伊要竞选利未人，代替一切头生的。这代表讲，上帝竞选了利未人，即个支派的人。完全拢是属上帝，完全拢代替了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属上帝。所以利未人受竞选，为着要代替以色列人头生的，正做上帝所指定的赎价。上帝所指定的赎价，就是安那，就是讲利未人正做一个要甲以色列人头生的，要做一个交换。因为这一切的以色列人头生的，原本因拢是要干那属上帝，要来归服上帝，来服侍上帝。但是上帝讲，即马我着竞选利未人来正做这所代替这一切头生的囡仔。利未人完全规个支派，就是要属我，因一生就是要来服侍我。这就是上帝伫当中所竞选伊的意义。上帝所竞选伊的意义伫当中，这着互咱了解一项代志。上帝的竞选，上帝为虾米竞选利未人呢？咱等下会分享。但是上帝竞选利未人，特别是安那，互即个支派会当成做一个完全互上帝来录用的支派。所有以色列人其实拢是上帝的百姓，拢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上帝敢若竞选利未人，因为因伫当中要来办理这所有一切会务当中的服侍。上帝需要有这一群人，原本这个工作是应该是所有一切头生的囡仔爱做的，但是上帝竞选因来做。利未人就正做这个赎价，利未人就正做这个赎价。咱若看到民数记第3章落尾，佮有看到讲。咧点算这利未人的人数的时阵，其实利未人的人数比所有一切以色列人头生的人的人数，佮减少一寡人，减少差不多200几个人。所以减少一寡人要安怎办呢？上帝就讲安那，讲这个人，这减少的人数就爱安那，爱用这个金钱来代替，就是爱正做赎价，爱有人去用这个钱甲伊赎倒转来。所以其实利未人就是正做即个赎价，伫当中，互咱即个上帝的竞选，互咱知影一个竞选的意义。竞选的意义就代表上帝特别伫即群人当中，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上帝就敢若竞选利未即个支派，要来分别正做成，竞选即个支派要来服侍上帝。
竞选这个支派，是因为上帝福音有一个特别的使命。上帝福音有一个特别的使命，这较叫做竞选。竞选的意思是，毋是啥物人来拢好，是上帝特别要警讲，啥物人是我所想要用的，啥物人是我所想要来使用，成做我的器具的。这是上帝伫当中的竞选。所以利未人伫当中就受到上帝来竞选。我用一个例来甲大家来分享。这个竞选的意思，这是伫顶礼拜伫台湾的东部发生真大的地动。伫这个地动当中，嘛有发生真侪遮的山崩，遮的落石。伫当中嘛拄着，就是伫这当中看到，这是一个开遮的拖拉机这个司机吼，伊就安那，伊就开伫这个苏花公路。苏花公路呢，就拄啊好拄着地动。因为遮个因平常时吼，拢是趁迄个透早的时阵咧开遮个路吼，较无人啦，所以伊会当趁迄个时阵会驶了较顺。但是呢，拄啊好，就伫迄天拄着大地震，所以伫当中苏花公路底下就有真侪遮个落石，就倾落来。伫当中呢，就有一个拖拉机司机呢，伊就安那，伊就开车，伊就拄着落石，伊就停落来。但是好佳在，因为上帝看过，所以安那伊无互石头牵着，但是伊就停落来，因为头前迄台车就安那互石头牵着，所以安那伊就落来就去看讲哦，哇，迄台车安那已经互石头牵着，伊就已经死去啊。所以伊就伫当中，伊搁用一个雨伞就甲伊砍掉咧，就是莫互人看到。后来呢，伊就因为车就挡伫遐，伊嘛无法度出入，所以伫当中。新闻当中就讲伊就看伊车顶阁有载真济遮个干粮啦，伊原本是要载货，是要送去到伫花莲的，但是安那伊就是无法度去啊，所以伊就安那阁有真济干粮，伊就毋知影遮个车啥物时阵会当出去，所以伊就安那将伊车顶遮个食物完全拢分互遮所有伫当中困伫遐个人。伫当中即个故事。互咱有啥物款的启示呢？互咱知影一件代志，为虾米独倒伊活落来？伊咧思考，即个司机伊咧思考即项代志，为虾米干那伊活落来？为虾米干那伊活落来？上帝准留伊的活命，伊无一定是基督徒啦，但是我着用基督徒的想法来想，上帝准留伊的活命。敢是互伊伫当中爱互伊做啥物款代志嘛？上帝准留伊的活命，敢是互伊有一个使命，就是伫当中，当伊甲伊做伙的人，无一定甲伊做伙啊，但是就是伊共款是司机即个人，都互石头牵死啊。但是伊无受到伤害，安尼敢是上帝伫当中准留伊的活命？敢是上帝伫当中？爱互伊伫当中做一寡代志，是会当来帮助人的。这就是上帝伫圣经伫当中讲到竞选的意思。竞选的意思，众人当中为虾米得干那是伊？众人当中为虾米得干那是我呢？这是竞选，无全部的人拢有这个权利，但是上帝就是特别。竞选你，特别竞选你讲，你有即个特别的使命，所以我要竞选你，互你成做我要使用的器具，会当来帮助人。竞选的意义，就代表上帝甲你分别出来，互你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利未人伫因的活命当中，上帝就互因有即个特别的使命。民数记第8章后来。上帝就对摩西讲：“你爱对以色列人当中选出这个利未人来，爱安那洁净因。洁净因的意思就是安那，这是要成做上帝侍奉上帝的人的一个过程，一个程序，就是安那，就是要洁净，要自洁，要成做一个洁净的人，通好互因会当来服侍上帝。所以上
上帝竞选因要来洁净因，了后要安怎呢？18章甲人讲，我已经将恁的兄弟利未人对以色列人当中竞选出来归耶和华，是互恁做赏赐的，为着要安怎办理会务的事。所以利未人伫当中受到上帝的竞选，因的目的、伊的目标，因所要、因的使命，就是要来伫会务当中来服侍上帝。因的一生，就是干那要敬拜上帝。这就亲像咱读倒来诗歌所唱的：我主啊，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这就是利未人咧唱的歌。伊讲：主啊，我的一生就是要来敬拜你，我的一生就是要来敬拜你，并且因为因是要侍奉上帝的人，所以安那因必须要是圣洁的，因必须要是受上帝洁净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因嘛要真做圣洁，才会当来服侍上帝。这就是利未人伫当中受竞选的使命。所以咱嘛莫想讲哦，为什么就干那因利未人遮尔好，会当互上帝来选调？其实因互上帝来选调，因嘛安那，因嘛爱付出一寡的代价，就是因安那，因就是一生因无法度做别的工课。因无法度去选择，因会当做啥物款，因所想要做的工课，因就干那会当来安那，干那会当来服侍上帝安尼尔。所以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囡仔，受到上帝拯救了后，因的活命主权就是属上帝，也着应当爱用侍奉上帝来成做因一生的职业，成做一生的志愿，并且上帝呢，就是竞选利未人来代替原本这一群人，这一群头生的囡仔，原本因是爱服侍上帝，利未人来代替因服侍上帝。上帝特别竞选了这个支派的人，伫当中就是这个过程，利未人因成做上帝所指定的属家。这个属家就真做因活命，因是活我的人，所以因这个活我的人，因就真做这个活祭，真做这个活祭，这个活祭是应该爱是圣洁的，是应该爱是圣洁的。原本伫圣经当中、旧约当中，要献祭的时阵，要杀死这个精生，因拢是安那，拢是已经死去啊，较真做祭物，但是。伫圣经当中讲，利未人因毋是死去，较真做祭物，因为因是活我的人，因着献互上帝，因着当作活祭，因着当作活祭，所以因真做活祭，因着必有完甲祭物的律例共款，因爱真做圣洁，因爱真做圣洁。对安尼，咱着来思考，利未人因真做圣洁。利未人因真做活祭，这款的观念，其实伫新约圣经当中嘛有甲咱讲。伫新约圣经当中，就是谈到咱所分享的经文当中，保罗就伫当中甲咱勉励一句话，其实就是咧甲咱讲，咱嘛是亲像利未人共款，咱真做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12章当中甲咱讲，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的慈悲劝恁。伫这当中，第1节当中就甲咱讲到有一个安那，所以就代表安那，代表头前有一个原因嘛。所以上帝保罗其实就是伫第9章到第11章伫当中，就是咧解说这个原因。原因就是上帝原本是竞选以色列人的，但是安那，但是即马以色列人离开上帝，所以上帝呢就竞选了这其他的外邦人，就是伫当中的插枝伫即个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呢，即个外邦人后来嘛真做新约当中的教会救恩就临到伫外邦人，所以上帝拯救嘛临到伫外邦人，所以因为安尼，所以恁遮所有。无论恁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拢安那
我拢要劝恁一件代志，就是恁已经真做是教会，恁已经真做是上帝的百姓，我着要劝恁一件代志，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恁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伫这当中，着讲到即个活祭，亲像咱着亲像利未人共款，咱将咱家己献上，当作活祭，并且当作活祭的目的是为着要安怎？当作活祭的目的是为着要侍奉上帝，为着要侍奉上帝，着亲像利未人共款。即个意思其实着互咱了解一个代志，就是上帝的竞选，互咱有一个，无论是伫旧约还是伫新约当中，上帝拢竞选了一群人。伫旧约圣经当中，上帝竞选了利未支派的人，伫会幕当中咧服侍；伫新约当中，上帝就竞选了教会，竞选了伫教会当中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同工，就是爱伫教会当中来服侍上帝。这是上帝的竞选。了后，咱就来看，安尼上帝为什么特别竞选利未人呢？其实，因为利未人因捌伫因进前做出一个选择，因先做一个选择了后呢，上帝较安那竞选因，上帝较竞选因。这个选择是啥物呢？就是伫出来记记32章的时阵，这个时阵是摩西已经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但是因还搁伫旷野当中。伫旷野当中，有一天，上帝就呼召摩西来到伫西奈山，伊就去到伫山顶，伫当中要甲上帝面对面。但是呢，伊去到伫山顶的时间有较久一寡，所以安那伫山骹遐咧等待摩西遮以色列人，因就感觉安那，感觉讲哦。摩西哪会去遐久啊？摩西吼，敢会伫山顶发生啥物代志啊？敢是吼有啥物款的落石吼牵着伊啊？还是有啥物款的代志吼，互伊安那无法度落来呐？啊，若是咱无摩西来引带咱，安尼咱要安怎样啊？所以因着咧想即件代志。后来呢，就是因着去求摩西兄哥阿伦，就伫当中讲，啊无求你来讲哦，咱会当安怎做？所以阿伦呢，就帮助因安那，就叫因甲所有因遮的银饰吼，遮的金银财宝吼，拢甲伊摕出来，啊，就甲伊做一只金牛仔囝，啊，就讲哦，这就是安那咧引带恁来出埃及的即个上帝。伫当中，因就伫当中拜即个金牛仔囝。后来等到摩西真正落来啊！摩西真正落来到伫山骹，因就看到遮个百姓为虾米伫当中拜遮个偶像呢？伊就真生气，所以伊真生气，伊就伫当中责备因，伊就将伊的对山顶摕落来即个法板吼，即个有写了10条诫命遮个石板吼，就来牵伫涂骹，就讲安那恁为虾米安尼来离弃上帝的道呢？对安尼，摩西真生气，伊就需要安那，需要伫当中来做一寡代志。摩西就做一寡代志，伊就伫25节开始，伊就讲安那，摩西就徛伫营的门当中，伊就讲，所有既若属耶和华的人，拢来到我遮。摩西发出即个呼召是啥物意思呢？即个意思就是。恁遮全部的人已经拢安那，拢已经咧拜偶像啊！但是安那，我互恁有即个悔改的机会，我互恁有即个悔改的机会。恁若是愿意悔改，即马来徛伫上帝即边，安尼上帝就要使用恁。恁若是愿意悔改，即马来徛伫上帝即边，安尼上帝就愿意使用恁。对安尼。圣经当中讲，就敢若有利未的子孙，拢来到伊遐里来聚集；敢若利未的子孙，敢若利未支派的人来到伫摩西遐。
所以摩西就甲因讲，上帝就对因讲，恁就爱摕刀，就爱伫营中往来，伫营中往来就是安那，恁就爱对即个门到迄个门，即个意思就是安那，其实就是恁爱甲即个营区内面吼，即个营区内面就爱安那，爱清扫干净啊，爱互伊整理好清气啊，整理好清气，意思是啥物呢？就是安那爱摒扫，爱将遮个歹物啊拢甲伊赶出去，安尼就对啊。所以伊就伫当中，就咧杀死遮个犯罪人，杀死遮个拜偶像的人。迄一天，百姓当中受杀的人有3000个人。摩西伫当中讲，今仔日恁爱自洁，归耶和华做圣。个人攻击因的囡仔，也是兄弟，互耶和华赐福互恁。咱若是看到这段经文，其实咱会看到讲，为什么上帝是叫因去杀死因厝里的人呢？为什么上帝是叫因去杀死因的囝儿、因的兄弟呢？为什么上帝安尼做呢？其实上帝意思就是他拄仔我所讲的，上帝要伫当中摒扫，上帝要伫当中将遮个歹物仔赶出去。当然，毋是干那3000个人犯罪尔，但是安那，上帝用这3000个人来做一个叫做杀鸡儆猴啊，就是讲安那，恁的犯罪是会爱付出代价，恁若犯罪离开上帝道，是爱付出代价。所以伫当中，上帝就精选了遮个利未人，互因成做上帝的器具。伫当中来使用因。摩西对因所讲的即句话，有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我感觉翻译了更较好，互咱更较了解即个意思。他拄仔的翻译是讲安那，讲今仔日恁爱自洁，自洁是啥物意思呢？其实另外一个翻译甲咱讲，自洁就是安那。摩西对利未人讲，今仔日恁奉献了恁家己，恁奉献了恁家己，恁做了这。一个祭司侍奉上帝的职务，你做了一个祭司要来侍奉上帝的职务，所以自洁归耶和华做圣，这个意思就是安那，就是奉献家己。自洁的意思就是奉献家己，奉献家己来成做侍奉上帝的人，来成做一个侍奉上帝的人，这就是上帝分别利未人要来成做。即个要来侍奉上帝民族，即个支派，对安尼，咱就来当看出，伫当中有一个听词，就是安尼，就是摩西伫当中发出即个悔改的呼召。摩西发出悔改的呼召了后呢，利未人因着选择来回应即个呼召。正人以色列人正支派当中，就敢若利未人因愿意伫即个时阵选择。回应这个呼召，后来因着奉献因家己，成做上帝的器具，成做上帝所使用的人。后来因阁有一项代志，就是最重要的代志，因愿意用上帝记下的心来做因的心。因愿意用上帝记下的心，就是因为上帝安那，上帝无容阮遮的罪恶。伫以色列人当中，所以上帝既然是记邪的上帝，伊无容阮遮个罪恶伫以色列人当中。利未人嘛是爱有即款的心志，伊就是安那爱用即个心志来军对上帝，来杀死遮个人，就是为着要将遮个罪恶赶出去，将遮个歹物仔赶出去。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因选择、因分别、因家己成做成了后，因的心内面爱用上帝的心成做因的心，爱用上帝的心成做因的心。这嘛就是保罗伫当中，罗马书第12章当中甲咱所讲的，伫当中讲安那，第20讲到。唔通效法这个世界，只着安那心意更新个变化，心意更新个变化。
为什么心意爱更新爱变化呢？是为着要安那？为着要查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咱分别咱家己真做圣，咱就是爱安那？爱分别咱家己的心，来用基督的心做心。爱伫当中查验什么是上帝旨意，并且咱愿意顺探上帝旨意来行。安尼，咱就会当真做是新约的利未人。咱就会当真做是新约的利未人，因为咱嘛是受到上帝有这个呼召，上帝呼召咱分别真做圣来归乎伊，所以咱会当做的决定就是安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奉献因我家己真做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就会当伫当中侍奉上帝。所以这就是保罗伫罗马书当中讲到，咱新约当中，新约的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咱嘛是会当亲像是利未人共款，咱会当奉献咱家己来服侍上帝，咱会当奉献咱家己来服侍上帝。安尼，咱就会当伫当中搁较侪经历上帝恩赐，但是军队上帝的人。咱已经受到上帝的拯救，咱就爱立定心志，徛伫上帝迄边，并且咱奉献家己，真做活祭。咱一生就是定义要来军队上帝旨意，咱一生就是定义要来军队上帝旨意。今年是台南市吼，伫当中台南市伫今年一直咧。讲过讲，今年是台南400年，400年，但是安那？但是咱敢有一个人有活到400岁吗？其实无嘛。所以安那400年前的代志，其实甲咱有啥物关系？咱可能无啥了解。所以台南400年当中，就用了真侪活动，就是配合一寡台南的遮个古迹啊，啊，就有一寡的活动，就是要做一寡的连结，互咱会当了解讲安那哦，我甲400年进前的文化有啥物款的关系？借着遮个活动，咱才会当来了解我甲400年前有啥物关系？为400年前到即马对我有啥物款的影响？对台南的文化有啥物款的影响？但是安那？这是敢若400年尔哦，但是今仔日咱所分享的，上帝竞选利未人，其实这已经是偌久进前啊，已经是3、4千年进前的代志，是3、4千年进前的代志。安尼，咱要怎样会当甲3、4千年的代志有连结呢？就是因为安那，因为保罗伫当中讲。因为咱拢是信靠共一位上帝，咱拢是服侍共一位上帝。无论是3、4千年进前的利未人，还是2000年前的遮个保罗，还是到伫今仔日，咱所有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会当甲圣经当中过去所发生的代志有连结。为什么会当有连结？因为上帝。因为咱信靠共一位上帝，因为上帝的竞选、上帝的恩赐甲选调是无有后悔。因为上帝伫当中，伊过去竞选了利未人，到伫今仔日，伊又原竞选今仔日的教会，互咱会当真做上帝，真做上帝伫当中，要来伫即个世代当中服侍上帝的人，伫当中侍奉上帝的人。所以伫过去。以色列人敢若会当透过祭司来向上帝献祭，但是到伫今仔日新约圣经当中已经甲咱讲，信徒拢是祭司，咱每一个人拢是利未人，所以咱拢会当来到伫上帝面前敬拜来侍奉伊。咱就爱效法利未人侍奉上帝，这是一个非常尊荣的代志。侍奉上帝。但是安那，侍奉上帝是必须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咱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咱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靠着耶稣的保护来洗净咱，互咱会当专心来跟对上帝的心意。当咱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亲像利未人愿意回应这个上帝摩西所发出这个悔改的呼召。当咱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讲上帝，我愿意离开我过去所犯的罪，我愿意借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洗净我，我就会当成做上帝你所使用的器具，成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受上帝拣选，代表咱领受一个分别成做圣的呼召，互咱会当成做一个侍奉上帝、敬拜上帝、为上帝来活的人。这是咱的人生，互上帝祝福，互咱的意义甲目标。咱人生的意义，上帝互咱这个人生的意义甲目标，就是侍奉上帝、敬拜上帝、为上帝来活。咱成做一个侍奉上帝的人，咱已经是成做圣洁的活祭，献给上帝。所以，咱所需要做的代志，就是安那，就是亲像保罗所讲的，心意更新佮变化，查验什么是上帝顺转美好、通喜悦的旨意。咱将咱的心意对齐上帝的旨意，咱就会当领受上帝所赐予咱侍奉的权柄，同心建造上帝的教会。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咱活命当中，咱愿意做出这个选择，做出这个回应，毋是咱毋是咱选择我要相信上帝，是上帝先拣选咱，是上帝先拣选咱，通互咱会当伫当中来侍奉上帝。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愿咱拢会当回应上帝的呼召，成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侍奉上帝的人，伫上帝的教会当中，同心服侍，同心来起造上帝的教会。无论上帝是呼召咱伫什么所在，伫什么款的服侍位置当中，咱愿意回应上帝的愿意来使用咱。咱可能会当呼召。回应呼召，伫教会当中，伫敬拜团，伫招待的当工，伫遮的所有摒扫的当工，也是讲咱会当伫教会当中有真侪服侍，成做一个引带细汉囡仔的主日学的当工，也是咱会当伫社区当中成做一个探访的志工，也是咱会当伫圣安信教会当中回应呼召，成做一个开拓教会的当工。无论咱回应什么款的呼召，上帝来呼召咱，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回应呼召，对上帝来行。咱同心来祈祷。拯救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阮的活命受到你所拯救，阮的活命就无搁再属伫阮家己，阮的活命就是干那属伫你，因为只有你是阮的主，只有你要引带阮行伫正路当中。所以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的心仰望你，借着上帝你过去怎样拣选利未人，互因代替以色列一切头生的，互阮嘛知影，阮是受上帝你所拣选的，阮嘛是伫当中要来成做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求上帝，你着亲自来引带阮，祝福互阮，加添恩赐，加添气力伫阮的活命当中，互阮会当知影，
我要怎样使用上帝你所赐予阮的恩赐甲能力，会当来服侍正百姓，服侍阮的教会，服侍你的教会。求你伫当中引带阮行伫正路当中，互阮一生所做的工，会当伫教会当中成做美好的见证，成做荣光上帝你名的见证。愿荣光拢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敢有新来的兄弟姊妹无？好，请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真欢喜。今仔日咱做伙敬拜上帝。今仔日做伙敬拜上帝，感谢主。来，各家边的人，各讲。咱做伙来侍奉上帝，咱做伙来侍奉上帝。感谢主，借着咱伫主的面前，咱会当分别成做圣来侍奉上帝。愿上帝嘛引带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真有更较侪会当侍奉的恩赐甲能力。请咱同齐起立，咱要同心来奉献，借着奉献。来超找上帝的心意，借着奉献嘛，真做咱会当侍奉上帝的工具，会当来侍奉上帝，荣光上帝的名。愿咱的奉献在伫当中，互上帝来录用，要来真做上帝伫即个教会当中所要显明伊荣光的见证。好，请咱同齐用这首诗歌来献上即个奉献。感谢主赏赐愿福分，宝贵无比的福分，将你恩典对天送落来，万事拢通来拜改。你是听的主，每日听阮的心事，解阮忧愁，了解阮有准。你是听的主，了解阮境遇，阮在这款好运是对你相思。感谢主赏赐愿福分，宝贵无比的福分，将你恩典对天送落来，万事拢通来拜改。你是听的主，每日听阮的心事，解阮忧愁，了解阮有准。你是听的主，了解阮境遇，阮在这款好运是对你想，你是听的主，你是听的主，每日听阮的心事，解阮忧愁，了解阮有准。你是听的主，了解阮境遇，阮在这款好运是对你相思。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照着伊奇妙的计划来呼召你，甲伊同行，互你伫生活当中更较侪经历伊的恩赐，建造刚强的画面。愿主耶稣基督借着伊为你所留的宝血，来洁净更新你的画面，互你的信心更较坚定，坚定军队耶稣行属天的道路。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明白并且落实圣经真理的教导，互你的画面会当结出美好的果子，活出圣洁、讨主欢喜的生活。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众兄弟姊妹甲你三甲同在，特别要甲恁厝邻的人三甲同在，对答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咱若是愿意报名参加这个圣灵降临节祈祷会，兄弟，请会当到招待道来登记你的名字来报名。